OK， OK，Let's go。Shake it。你係榜樣，一片荒涼，不如睇下你個名係咪榜上？皇上，你係皇上，使唔使今晚要人喺你嘅床上？諗咗好耐，你有啲乜嘢值得人哋尊重？係咪你創造地震令到百花移動？一切嘅一切，只不過係你嘅好夢。我想睇下你條笨手仲有冇用？見過教科書上面嘅一頁一頁，經歷6年嚟到今日嘅畢業，未來太多可能性，冇得俾你再改正，唯有希望唔會失業，以及唔會膽怯。曾經話過會做律師，點解變咗鳩噏大師？會流會濕噏，亦會感到心噏。恐怕深深感受到自己無盡嘅唔甘心，恐怕自己走到窮盡嘅甘心。Let's go！ 每個人都明白，冇嘢係足奇，諗唔到人生嘅意義並唔代表 nothing。每日都好忙碌咁，從 morning 走到 evening， 唔好唔記得同明天嘅你講聲 morning。走到18歲已經行咗長人生嘅1/2，經歷你去生活，你經歷感恩。因為原來